陪得我生意清淡，心发愁。娘亲，你只开去点私运去，我怕失了老本。不可算了，你还是和我一起。
家没几天，就想回去了。小母一生在朝我，母也放心不下。你为长安去，我也放心不下呀。关门前是非多，娘亲。你真要委屈，我也不赖你。那这一锭银子你拿去，补家用嘛。这东西你这里也进来了。拿去拿去。不要。拿酒来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累了！浪迹不是冤枉，汉服情人长空地，却道荷花之难柔，胸怀国策难无愧，若比前言何所求？闻听得大当天子酒宴，是迎来我千里迢迢一马走。傀儡之下是何人收了一锭银子啊？大姐，大姐！哎，这位客官要买驹吗？今天不卖了。今天不卖了，恰是为何啊？贵人打猎去了，不让卖了。什么？哦，大姐。这傀儡之下有一锭银子，想必是你们的吧？啊？不错，是刚才不小心失落了，多谢相公。啊，何足挂齿。相公，
啊，你夫人婆婆像是远道而来。不错，稍甚也有2000里之遥了。其实远道客人还没去接客来。不是他们不许买吗？不管他，来，你请坐，快请坐啊！哎呀，大姐，实不相瞒，小生是身无分文，不敢饮酒了。身无分文，却实际不美。好，大姐告辞了。相公请坐。啊，万遇何事啊？你的真正君子分文不取，请，快请呀！好，好，你请过客，我拿开去啊！大姐，才不要了，有没有热水呀？热水呀？是啊，方才我一路迎来，看见贵人违章当量，道路不通，我只得绕道后归而来。只有热水，泡一盆洗洗手脚，也好赶路啊。啊，好，热水我去烧。多谢大姐。天地阴阳，百计万环，皆生天下，何负于常？哎呦，好一副贵相！小娘子三清之气运之天中，无垠之道生于地广，此乃鬼神不祥，谁定为一品福神啊！你是什么呀？啊，神定为一品福神啊！你在什么啊？哎，小娘子，你是不相信的哇？我请你仔仔细细的想上一想。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你迈开风筝，不过想喝点酒吧？啊？对不起，今天不买酒了，我这个一品夫人要上洗脚水去啦。小娘子。什么还有人在这里喝酒啊？把他们赶出去！欺人太甚！请息怒啊！只因贵人这次违常当量，老规矩了，包容了小店，请你暂且为礼一下吧。啊，是哪一位贵人使此骄横？何必多问？滚！你既不赦，我就不追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他当天子脚下，不是这样的面对了。你大胆！什么人？洗脚水来了。我此番进京，真要为国事敬业。莫说是什么贵人，便是皇帝万岁到此，我也要见他一见。
你们看呐，这是何等的剑法，一剑射穿老人的双目啊！剑法。叶之神等为何不为必？走！不必惊动顾客，一同饮酒，以后不可啊！是。你们在这里看相啊！在下铁口原铁钢，看相不挂，出师顺命，手枪归神的剑法，打法不走，层层原本谢相子，你不妨为我一宽上一个相啊！是好听的，银子不会多上。是难听的，银子也不会少给的。请，不许言乱语。想好了，重重有伤。想真了才有伤啊。待我仔细地看来。天有银发之气，天国具智慧之光，前赴昆木，搭配营养。哎呀，大人此相贵不可言，大富大贵，长命百岁呀！我的呢，长命百岁呀！倘若不到99，再过来行我。祥子不妨为我也看上一个相吧，不过我是没有银子的。秀才有求无间，何之挂齿？就算我送你一命，也无妨嘛。常言道，天命天命，当然莫测，谓之天，无可奈何，谓之命。秀才这云嘛，真讲财穷子穷，文穷教穷，人家命穷，我分失去，都是根据了残生。拿银子，他谁吧？多谢。虽然你因我发笑话，我笑世上之神总爱听这等花言巧语。倘若朝廷之内也是如此，岂不坏了国家大事？当今朝廷怕不至于是此吧？哼，但愿是此。你这秀才胆敢毁谤朝政吗？你讲的倒也有理。秀才，你对国家大事如何高见呐？杀人国事嘛，当天国政，如何不当之处？你不妨私言一二呐。好，急蒙下文，贵神听了。谁要举大银光，英雄在今没人讲。地名取经见遭苦，大飞太心看他当。他当天子府中忙，英明不差不安邦。倘若是隐隐不言民心上。那牙尖映着谁阳光？你讲得不错，方才我对李茂文要往秦始皇高陵验证一人之事呐！
给用的。到底是贵人啊！就知多动马鸟西下来。你放肆！当初谁样的，谁能听得进这放肆之言，就各位改朝换来了。你把当今天子，你是谁？杨一郎。举国分，巧语台，关心心。上酒，上酒，上酒。学姐，我家此人少你酒钱，快快可得。他对吾人宁愿饿死，不吃奸来之食。少你酒钱是你的不去，看。你这酒只配我西家啊！这些豪门权贵，请就是这等清法，我不曾将就，怕在他们的脸上还便宜了他们。你这样做成要吃亏的哟。这倒是的，我马走就是吃了这顿亏了。娘亲，这位相公做得好啊！在相公归在安前，曾言吐语皆在道，句句是利民百姓心里话，又何必面对权贵谁弯腰？但愿相公把官做，好不苍生乐逍遥。大姐夸奖了，倘这朝廷也像你这样看人，那就好了呀。听相公之言，莫非要往长安投奔赵延贵去？真是。事情朝廷去言是客，你此去赵延贵，定能得到天子的赏识。要是你做了官，要多为我们百姓守娃呀。那是实在啊。大姐，我这件破屋就
就当这酒钱吧。哎，我们是真心诚意的，可不是什么前来之神。是啊是啊，好，荣辱回报。下次来啊，你恐怕找不到我了。怎么？这是我娘亲的家。哦，大姐不止在这里。我是长安。长安什么地方？离吉祥了。早也香，慢也香，
做梦也在把你想。来了，谁来了？我来了。嫂嫂，你每天等的是谁呀？每天等呀等的嘛，就是我了。你呀，你不找金子？找过来，找过来。我这里的当贼，找过我个金，你不要谁在？那也不要紧啊，你个人，你过上你的蓝亲亲啊！不是把我找进啊门啊！嘿，好些男子一大名，你在我身身边，你老虎头上爬苍蝇，当心在前少不鸡打我们喜欢我啦！小妹，哎，来，哦。小姑娘，这里个小寡妇叫你娘的吗？什么小寡妇、大寡妇的？你死了，你老婆也不是要碎瓜吗？我是来找长安镇外新丰酒店王老头的外甥女儿呀！啊，嫂嫂，你认账。这位长官要买点心吗？当然恭喜小娘子，贺喜小娘子啊！时辰何来？好，我家叔乃当朝五品中郎将张侯将军，他看上你了，叫你到我家享福去啊！中郎将。你在新丰酒店见过面了？哦，就是那个拉塞胡子。别看拉萨胡子嘛，他那月宫之臣，官居五品啊！他想讨个小弟，得你叫我来接你去啊！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们将军府的二夫人，小臣有礼传拜。他官居五品，我开店买丁的，是他配不上吧？配得上呐！你生来就是富贵命，理应当出林窄路用尽。但等我生了名贵英，你便可堂堂正堂做夫啊！我所待居里已经不肯，哼，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滚！京城之内，你不管讲枪你呀！走，到我们到雨上去。怎样？一句笑话，我别当真的。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请吧，走吧。好啊，
你给我仔细的想一想。走。哼，我下次再来。接的。也是王梅，难道刘大姐就住在这里吗？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想不到不算到此就在前。
不用。看你这副样子，定是我来了。哎，你去进来。请问你家可是姓吕？不错，是姓吕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找你们当家的。当家的，小当家的就是我。哦，小当家是你，那大当家是？大当家的就是我嫂嫂。嫂嫂，那你哥哥呢？我哥哥去世3年了，家里唯一老人就是我嫂嫂当家。嫂嫂，你人找你。马相公，马相公。实来在回呀，只因我败在用尽，已在当铺里当去了。当了多少银子？当了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？哦，只因我手开一破，一转眼银子都丢光了，只剩下这一张当票。
我留在这里，只怕有些不便吧。啊，有什么不便呀？哎，这位哥哥，你家里有嫂嫂吗？3年前早已亡故了。哎呀，真好，我嫂嫂也没有哥哥的哦。哎呀，不，这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我留在这里实在不便，告辞了，告辞了，让我走吧。在我面前假正经，你为了养了个哑老婆。原来是关中后生。小妹，哎，把我带进去。好。范先命我在这里做文章，你到这里做什么来了？去！凤儿，哎，你家公子看见没有啊？没有看见。这小奴才，我要他背书，一转眼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这个小畜生，夫人，我陪你找他去。好啦，你呀，做你的文章吧。好，哎呀，夫人啊，天色不早，我还是陪夫人为上忙去吧。好。万岁爷要不披上的文物法官写在章上不差，你人朝真得胜。你这五品中郎家的奏章写得这么样了啊？写不出奏章，你就不要为尊上望。夫人，笑什么？某某是某某。
社会上变了样，令我等不平衣裳尽飘张，记得大家要忙娘。嘿，看你这副模样，难怪我做不出文章。哎，范三爷写诗作文，总有个娇娘嬷嬷。唱我也要个美娇娘。冬儿，去把丈夫叫来。儿们，不要让夫人知道。我晓得。小书生做什么？谁不知书逃到哪里遭殃哟？小书生，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不要当你。见你从人什么样子喽？少是几个屌丝，长大了我老子一样做将军啊！嗨，你气死我了！什么事啊？我叫了他诗经上第一首诗，这有16个字，他就是也不会。哪16个字？哪里我看看。我背给你听吧。规规矩矩，在我之中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，就这16个字，小书生学了2个月，还背不下来。学了2个月，连读都读不下来呢。读得下来的，读得下来的，读得下来的。好，读。不对，你看，是该当不该当？该当。哎，能自问大丈夫，当良相女，当良下马，去当。妈，不要当！我有2句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会懂，我也听你讲过。你妈是怎么讲解？讲给我听听。窈窕淑女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君子好逑呢？君子好逑嘛。就是你爸爸想讨小老婆。哎呀，滚！真是与其父比其子。叔，你叫我丈夫来。我命你去讨那个小娘子，怎么样了？你说的那个吕娘娘嘛，我可睡了。她命运不太好啊。你因她是个卖烧饼的，过去我也卖过苦的，难道你还看不起我吗？当然不看。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那个卖烧饼的。
那要多用点银子啊！要银子好办，要多少给多少啊！赶快把它订过来，我做文章要用啊！什么用？做文章要用，做文章要用这个。赶快弄点小花椒，把它订过来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回来。先去找个媒人，好好跟人家谈谈。如今是在长安城里皇帝老祖的眼皮下，可不是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可以推荐莫给你们说这两个姐妹农业的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没有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夫人啊，这死亡之中门多门死了。哎，到外面送送金过去啊！丈夫，你讲究竟什么事啊？要不说，是呀，说他叫我去请个人啊。什么人？讲，莫非他也想讨小老婆了？这个人是做文章要用的。原来是为儿子请教授先生呀！总所想的做爹的了，我瞒着我的丈夫啊，你先生一定要请得好，一文一定要高。好，快快请来，我重重赏你。现在新丰酒店
那个狂虚贼在于哪里去居？是今有恶长这事，是也不是？马相公并立办法，真是我查。不许多问。是。哼！马相公，何时到在诸位啊？他在赵延官追马朝廷，叫他退。那赵延官子他是何人？不许多问，叫他快快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叫喊什么？马相公不才。哪里去了？上街没事挖去了。你却听了，赵延官之谕令，从今之后不许叫他出头露面，更不许上街来话，叫他速速滚出长安，回老家去。这是为什么？须分为什么？只许照办，汉子不准。哼哼！怎么样？呀！小妹，马相公你，他刚才买了这些纸袜就回来了。小妹，刚才之事不要惊动马相公，让我以后慢慢地告诉他。哦。这些纸袜，我把这烧掉它吧。哎，无事，好好收藏。小妹。穷困潦倒不遭难，且惜丝袜能买尽。我来了几叉玲珑台，弟子娘娘可喜欢。月娘，月娘。马相公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丝袜钱都买掉了。啊，这样就好，快进去歇歇吧。不，你亲手。哎呀，亲手啊！还有嘞，月娘，这是卖袜得来的银子，放心小拿。马相公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哎，哪里话嘞？拿去补补家用也是好的嘛。那我收下了。哎，月娘，你看这块衣料可好啊？真好看！哎呀，真好看！小妹，这是马相公送给你的啊，送给我的，恭喜马相公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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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相公，你该吃药了。哦，我去拿。哎，多谢小妹。马相公，你在长安城中有仇人吗？这长安，我一无亲而无故，
哪有什么传人啊？哎，你因何问此啊？刚才来了些人，怎么？他们放出言语，说不许你上街买纸娃啦。这倒奇了，莫非另外有人卖娃，怕我抢了他们的饭碗？是谁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叫人担心啊！哎，我马祖赢得真，才得稳，何必担心啊？万事小心为好。清明时节，朗朗乾坤，我又不犯法，何必怕他们？王相公，你在这里不要出去，我用这银子把你的母菊去赎回来。哎，女娘，你回来！女娘，你回来呀！嗨，他家是此情苦，也有了银子，需要为我去烧无酒。对，我应该多写多话，把他家当缺的东西都收回来。这是啊。汤桶没有啊？没。多谢小美。哎呀天哪！你怎么也在玩了？是啊，我这就把它去卖了。你怎么还要去卖呀？怎么了？这为你卖娃，人家都当上门来了。什么？当上门来了？哦，你看。啊！可恼！后来狂徒竟视此无礼，哼！我偏要去买，看看酒席是何人。哎呀，你不要去买了，你的娃今天也卖不出去的。啊？你怎知卖不出去呀？我没有空。哎，你有空无空与卖娃有什么相关啊？啊？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晓得呀？晓得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啊，没什么。也罢，你既不是，我卖娃去了。啊！好，那我就推地告诉你吧。是来的多怪我家的，害得你在此公道关心。今日来你冒着寒风去卖丝袜，只可惜无人肯花不分你。哎，哪里话嘞？头几天虽然无人买我的丝袜，可是到后来呀，我的名气大了，买袜的人还不少你去。你说什么呀？这些丝袜都是少托人买回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为夫人肯把丝袜卖，稍怕你太伤心，又怕你心怀惭愧，彼此去跟他你关随风并余生。他叫我托人前去卖丝
半生不开眼，我思忆多少空满卷，边帮冰山走大川，谁知民间多疾苦，胸怀大志越不天。当时今生我人有谁知万言过程上大难啊！我娘恩高难报答，马走文章不成贤。当初读什么书，经什么言，喷什么路，造什么言，造什么言，倒不知少去文章回故里，绝不眼泪，土上牛流土上见。马相公，你在做什么？月娘，你不要瞒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马相公，这些武具刚从当铺收回，你穿上吧。月娘，我是个堂堂切擦的男子汉，这也不能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了我要走了，到哪里去？回老家去。也好，你在长安也不安静，委屈也好。这些水银你带上。月娘，我再也不要你的玄机了。马相公，你离开长安回老家，有2000里之遥，天昏地冻。李世民啊，李世民！我马走千里迢迢来到长安，
此情此志，想不到竟在你的脚下，寸步难行啊！好，告辞了。马相公，你万事不要走吧。月娘，马相公。恭喜呀！哦，原来是相思先生。不，司机，我袁天罡
进了赵延棍，才敬重二夫。你都进了赵延棍，那要恭喜你了。不，我是特地向你来恭喜的呀。我有什么喜？你还记得吗？在信丰酒店，我请你宽过一个香，今天灵验了，从此一步登天，大富大贵呀！你是为那个场合是美来的？哎呀，小娘子真是千点聪明！贝娇，你们在穿件新娘。现在我夜尽梦上对无比，不识好歹啥道理，言语冲撞多得在，今日里晓得真心。他说服，相思的大大地，多情多年不相及，花轿一到，你快请去。为做文章要用女。什么？做文章要用女？对，当今天子下诏，五品以上文武百官都要写罪章上国策，你能朝政得上，大将军也要做文章上国策呀。这书房之中缺少一个铺子，默默的。像是常大将军要找一个特别的先生。不错。我这里倒有一个。谁呀？不错，就是我家师傅需要一个铺子，默默的；我家新娘需要个教师。明白了，我们先请先生，再请娇娘。好，这位先生的脾气是大了些。这位先生的脾气是大，是小。你们带他到将军府上思上一思，说是常大将军对他好，别的事情嘛，怎么样啊？都可以商量。好，现在请。好，请。现在，请啊！能杀神。这书房之中昏昏暗暗，像什么样子？且想吩咐下去，两相
啊，夫人。夫人，你都知道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丈夫全都告诉我了。夫人，你愿意吗？出来大好之事，哪有不的文字里？再说你做文章也正好用着它。是多谢夫人。哎呦，我李生，我应该是你才对你。信我。丈夫，出去生呀！美丽，丈夫，事情办好了没有呀？办好了。人来了吗？轿子就在门口。快对，进来。哎，快请进来。对，请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夫人啊，我差点错怪你了。大言大德的好夫人，才不该把你当聪明。他竟到处有关系，与你相爱又相亲。我上堂这里为你挖我妹，夜里被你点指三你文章做出圣经的，无言儿女虽是神，请他来此教诗文，说什么怪我点指好，既然夫人不喜欢他背叛，我去让他住在偏房。叫来了，老爷。将军，我就是你请来的教父先生。先生来了，快请进。多谢。啊，将军，请坐。携手。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？谁呀叫我去请你呀？是啊，我真要请这样一位先生呢。滚！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，平日姓何也问？小生姓马名周，表字定王，世俗五经在所必修，天文地理列知一二了。夫人啊，我曾见过他，他的有文就是永久西家。这虽是你说过的，在幸福殿中见过的那位先生。哎呀，好极了，又奇葩，却想吩咐下去，是也款待先生。我看不必。你是怎么了？先生在高八队历历必负，怎奈家门有隐？不敢。我量他也不管。
呀，哪里话嘞？文有文在，武有武功，各不相同，怎敢见笑？老爷，你被先生受一位，我去把桂儿叫来。可恼，可我恼！一场心思变得快，来了这新丰殿里的黄秀才，冒充家人往里头，气得我惊出不是外，又要滚他出门外。哎，待我出几道题目，难他一难，气他一惊，叫他死艰难消退。秀才啊，将军，你到将军府做什么来了？方才夫人说过，一来是叫琳琅的诗书，这二来嘛，什么二来三来的？你既是教书先生，学问一定不浅吧？见笑，我有几件学问想考你一考。哦，好啊，将军请讲。好，你听着。什么东西藏不了？什么事情可难熬？这样一来听确报，青天空也有多少高？教室应验藏不了，赢不了生苦难熬。五个风灯并且报，青天万里无一高。不对！啊，真是不对呀！看来你的学问也有眼得很呐，全都答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倒要请教。好，让我说出来，让你也长长见识。好啊，请讲。兔子尾巴长不了，狼子照子睫毛苦难熬。玉露分汤听捷报，两个狗屁一天高。有人骂你们孙秀才的狗屁文章吹到半天去了，一个狗屁半天高，两个狗屁不是一天高了吗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孙秀才，杀的棍子，摸嘴鼻子，老子们是一枪一刀拼出来的富贵。我这里用不着你们，你我滚了出去！可恼，可恼也！大贼与小勇，上着上门起为荣。原子王也比伤口先过场，谁料他鲁莽无路杀难用，关起来冰潭水火难通，他不理。好，你才是鬼屁不通！你放肆！你无礼！当初在新丰殿里，我扫你性命，至今外公死3万。我马罪为人做事正大光明，何用你来吵我？是你这等秀才，我家不要。你便再想请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可不用。
这个先生并无学问，被我一考就下不了。你去考人家？是啊，他连兔子尾巴长不了，老鼠睫毛苦耐熬都不懂，这样的秀才有何用处啊？你这个草包！先生他天文地理专志向，靠什么兔子尾巴老翅膀？虽然论是一股宝，拍拍用场分不少，十里为儿把书教，夜里给你写贼章。成功里苦恼无章做不成，高山的虽然有官报，平日里万事要你把全讲。哎呀，五块的五品官，要保不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为什么不早说你？你呀，你像小萝卜，想得稳多么愚人！过来。哦。
下，放心不下，嫂嫂我可怜呀，嫂嫂。上帝铁地中，我去何从？苍穹苍天笑我一代寒风起我马走穷。金郎起无用，教师无可以耐用，无业再见我娘面，绝迹未相残。情难尽，好似你郎用心胸，我娘啊，今生难报恩义重。啊
人总要回来告诉一声。哎呀，会不会掉进武藏河里去啦？难道他长得这么晦气吗？说不定你，我们晚上快去找一找吧。小妹，快点等喽。哦。马相公，啊，原来他跟我们捉迷藏啊！可你搞成这个样子，快进我里去呀！哎，我马嘴满是地的上本，就连教书都教不成了。不用说了，回来就好。哦，快进去吧。月娘，我再三想过，你的大恩大德，用我来世相报吧。啊，你想醉了？小妹，去烧碗姜汤来。哦。马相公，你要到哪里去？离开长安，为老家去。逃完去？偏是逃完，我也要离开长安。好，要逃完，明天我陪你一同去逃。月娘，我马最穷困潦倒，也无事死你。穷困潦倒，你的子不能逃啊！走来接风，自己操心无奈，见一了幸福典礼三军。两月来相见的当今。我今日众人正在好情操，我今日才把阳光兴起到，我今日穷困潦倒自不到，我今日面对艰难相公莫道穷困无事处，我看人在说你高。莫道穷困无事处，初杀难完愿同胞。莫道穷困无事处，愿与你同往长街把饭汤。世人不识真君子，愿
位这般是此，掌握我就不必是此这般了。那件事我把话讲明算了。马相公，我特地到此，请跟我回去吧。你们，我们是来请马相公的呀。请我回去自省。马相公，我对你实施了保。只因万岁把旨降，命我等扶贫衣裳尽表彰。便报国政很端长，每人一篇大文章。苦杀我开国将军不发响，怕只怕交上大将恼生伤。夜定明日要交卷，此件事十万虎计，虎少眉毛。恳求你大笔会在大恩大德勇往。将军，马随我千里迢迢来京城，愿为国差有条城。城内地主同不路，至今本乱看不明。但愿朝廷革命真朝不长生李百民，别别上书有何妨？穷马贼。今日见你将军命，好，别老死人那就来。
妙文章，奉他成才，此文看得我头脑胀，偶一逢迎马匹连篇，怒在下。启禀万岁，你去起来，把你这篇大作讲给大家听听。启禀万岁，今日南山奉马来你发此长命，此乃国家强瑞之草，理当大大庆贺一番呐。奉王发此，有何道理啊？自国用长龙大吉大利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国家兴亡，实在成为与那毕竟周岁有什么相关呢？这话在下之就言，已有许多实质。你身为早已君子，至今不见你举荐一个人才，恰来空谈什么文化业绩？此乃当今天下，实在平无言才呀！不是，中华之大，难道是了抬头之国？与你奉司楼之外，岂没有隐退了吗？微臣无图啊！无度苦给，你啥是多言技能的话？微臣不管，微臣不管啊！那个马贼可曾大姑早演过？哦，实是评为雷公啊！寡人得破失之交必矣。好，哪里呀？我将春剑法安追。这才是一篇好文章。这一篇动作笔舞气势高，调整故事给他，细说明听绝讲，通察比真而当。我这道那位高言上的真，原来是你万夫中堂。哈哈哈哈！看我，正在你在我案前哪位多年？我还不知道你有如此学问呐！哦，启禀万岁，我是三姓奉命读书读出来的呀。最近你读了哪些书啊？读司马、神家，读四书五经，我一通就读了200-300经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将不管无色，我力气大，200-300经不在话下，就400经也拿得起放得下。嗨，我却问你，这篇罪状之上都写的是什么呀？这讲，我将记性不好，忘记了。你可知罪吗？哎呀，糟糕！不知那个穷学者在上面写了些什么，创下大恶了，万岁是人。你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去法说说讲来，不得隐瞒。哦，万岁啊，这篇文章50不到，实在不是小人写的呀。是谁为你写的呀？哦，就是信封店里永久西家的那个马尊啊！孤人之他，查我亲自才
是选马最前来接我领旨。为百姓今日上领归里真，如果从小把担子尽，报马军带刀。大雁到此，我将见你。那这麻醉不是龙眼，有大不敬之罪。而且无罪，那是幸福酒店，在瓜城记，万岁呀！接他也，此情，我心痛。回当初上梦是故，爱不从啊！清风随浪，早相逢。初为情，旧事重。我随我隐姓埋名为利己，恰到你一句错错理不公，都怪我人间不惜真教你，这谁洗过两公，十指交臂才我害得你留的颠沛遭贫穷。大浪淘沙真经济。
人今高峰，民间古有真言是，当国有有跟我龙，今日重逢不言稀。马贼听风，我个家风景在红枫，去四空谢万岁。忙上路，这就是这个马子。一种举业业与公，家国金家去郎中。谢万岁马万岁。买气称赞，华在会造天下人才，尊师人造言婚。你既到长安，因何不去投奔啊？这早言官么？臣早已去过。你可曾将一任朝廷的奏章献与奉大人看？万岁，此事不提也罢。万岁，微臣有罪呀！你何才自有啊？御史哥马崔大人是到赵延官来过，不过万岁失故，狂生不足去，此乃圣恩之，故而将他滚了出去。啊！赵延官子，臣到马罪狂生不足去，是花神之过，是而我悔之不尽。对你再三关照，要你在长安先当一套，你怎么不当圣得了你？不是了。你杨奉因为多年前内问向大唐的高官贿赂，掐着我朝廷的矛头吧？副司们有将公事落。想着为你官出前去。谢万岁，不战之恩呐！寡人言语公错，下去吧。万岁，万岁！万岁！也是个请爱御史哦，马儿请安才。你一人来到长安，还是与家中妻小一同进京的呀？启禀万岁，妻子房不3年，正是一人进京来的。哦，禀万岁，老孙与小女年方2半，长女婚配啊！启禀万岁，为人长女年方19，尚未父婿啊！万岁，我家孙女也已娶了呀！好了好了，你得多有女儿，
陪家女，花人玉眉也在，飞马马头去东去。马相公究竟犯了何罪？娘舅帮你去当听当听。娘舅，你一来就碰到这种事，心放宽也行。不管马相公是死是活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啊！你的大吉，报喜报喜呀！报什么喜呀？哎呀，你们外哭什么？马相公上了金殿，被万岁团中封了大官啦！啊，真的呀？什么官？这个倒也忘记了，反正是个大官呐。马相公真的做官了？哎呀，一点不会错。月亮大姐，你也要富贵了啊！我们街坊邻居人还要多多托付了。娘娘大吉，娘娘大吉，娘娘大吉呀！马相公上了金殿，做了大官了。这个事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嘛，不过什么呀？快讲呀！讲了也好啊。马相公上了金殿，做了大官。当朝宰相王大人过去长生大人正人书里头，哥哥要把女儿嫁给马相公啊！那马相公他怎么说你？听说完了又听，他正在一个一个的挑选。哎呀，个个都是是花是牛。这么有良心，这么有良心。马相公可不是那样的人，至少嘛要收几百两银子来吓吓你们啊！谁要把你这银子？谁要把你这银子？谁要把你这银子？小妹，不要这样。自从来的心不可以真心骂人们。
娘娘，娘亲，娘娘，马相公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怎么了？他被万岁召进宫去，召为驸马了。娘娘，你不要难过啊。不难过，丈夫有礼了，丈夫有礼。你来，这人我们是送聘礼来的，什么聘礼？成亲的聘礼呀。你母贵人，我老病皆身夫妻，有娘死可可怜。倘若奉旨将我给，宁愿一死绝不离。姑娘，你误解了。上我出来也是奉了圣旨，特地给御史公大人送聘礼来的。御史公，他是何人？他就是马相公。马相公，他不是早为驸马了吗？是啊，你们有所不知，马相公做了高官，丞相要把女儿许给他，他不要；国君要把千金陪他，他不肯。就连万岁也要把玉梅张公子下降，怎么样啊？他已婉言谢绝了啊！如今他已经罪名身上，他只要一个万难中生死相无的什么人啊？他的恩臣，你我与娘娘娘，我马贼深受大恩，无以相报。今日以此相助，以报万也。凤贵人，这凤贵衙门，我手担当得起呀！担当得起，担当得起呀！不，娘娘，你是不是？我与你跪下了。御史公大人，我刘娘是个贫贱寡妇，没必为你有财而无宝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娘娘。娘娘啊！
经历，面对全是都弯腰。我娘我老贫贱无才貌，马走过忙还难教。我到贫贱无才貌，生死与你同到老。我到贫贱无才貌，九天仙女更高，更也更高，更美好。我早就师傅，他要当一品夫人啊，再当真情啊！